Just delay，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4年2月11号，公元2017年4月7号。这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访问印度东北部阿萨姆和阿鲁纳尔恰尔邦；国际人权理事会对强拆拉荣五明佛学院表示不满。回首西藏经历文化大革命图片展在新德里举行。司政罗桑桑格与瑞士国会代表团进行交流互动。藏人行政中央驻外办事处的最新消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因印度东北部阿鲁纳尔恰尔邦与阿萨姆邦的佛教寺院以及广大佛教信众的再三邀请，达赖喇嘛尊者离开达兰萨拉，于4月1号上午抵达阿萨姆邦首府古瓦哈提市，对阿萨姆邦与阿鲁纳尔恰尔邦展开为期12天的慈悲与智慧之旅。达赖喇嘛尊者在抵达阿萨姆邦首府布尔多洛伊国际机场后，受到阿萨姆邦行政长官萨班南达普诺瓦尔先生为主的各界政要和数千民众的热烈迎接。在机场接受媒体采访时，尊者表示，此次参访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宗教和谐发展。当天下午1点，达赖喇嘛尊者应邀出席了古瓦哈蒂市表演艺术中心举办的庆祝阿萨姆论坛报创刊75周年和达尼克阿萨姆报业成立50周年闭幕式。尊者在闭幕式上向2100多名阿萨姆各界人士发表“人类推进世界和平之方法”为主题的公开演讲。4月4号，达赖喇嘛尊者抵达阿鲁纳尔恰尔邦本迪拉地区丹增港藏人定居点。阿鲁纳尔恰尔邦行政长官白马康卓、加普德鲁先生、该地区议会议员普巴次人、本迪拉地区负责人索纳尔斯瓦普女士，以及印度支持西藏事业负责人卡若麦先生等政界人士前来迎接尊者莅临。4月5号，因阿鲁纳尔恰尔邦本迪拉地区民众的祈请，达赖喇嘛尊者为信众传授佛法，并向当地民众发表了公开演讲。4月6号至7号，达赖喇嘛尊者应邀前往阿鲁纳尔恰尔邦德让宗图桑达解林寺院，讲授修心8节、上师瑜伽、观音随许灌顶等佛法。接下来请看第2则消息。甘孜州地方政府按色达县拉荣五明佛学院整顿清理工作计划，2016年7月20号，中共正式实施拆除3舍行动。据中共官方发布的文件，今年将驱逐2200名学员，到2017年佛学院人数限制在5000人之内。强拆之前，超过2万名僧尼和在家人居住在色达拉荣五明佛学院修学佛法。然而，中共拆毁了该佛学院的3224座僧舍，直接驱逐了总数的1半以上僧侣。中共还向驱逐的僧侣发布法令，从此不能返回拉荣五明佛学院，回到原籍后不能搞佛事活动。被驱逐佛学院的尼姑集中在一定场所，强迫让他们接受政治教育。国际人权理事会中国人权观察员索菲·理查森对中共强拆拉荣五明佛学院的行为感到非常不满，并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此外，4月1号，在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属下的展览组和藏人行政中央驻新德里办事处以及印度国际中心的联合组织下，在新德里举办了一场“回首西藏经历文化大革命”为主题的为期1周的图片展。在当天的活动开幕式上，印度前外交和财政部长沙利亚什万辛哈作为嘉宾受邀出席了该活动。
主要嘉宾印度前外交部长辛哈在致开幕词时表示，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发生在西藏的文化大革命那样毁灭文化的事件，而藏人的自由斗争显示出了人类精神的不屈不挠。他还表示，相信藏人同胞们的牺牲不会徒劳，西藏人民将看到新的黎明，并保证印度政府和人民对西藏自由事业的坚定支持。随后，辛格先生还针对日前达赖喇嘛尊者对印度阿鲁纳尔恰尔邦进行访问一事遭中共当局的反对进行了反驳。他表示，尊者达赖喇嘛访问印度任何地方都与中共无关。紧接着，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夏琳达珍女士在发言时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污点，永远无法抹去。而中共当局目前对西藏拉入5名佛学院的破坏，可以证明当局仍在对西藏进行着文化大革命。3月28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在内阁秘书处会晤了由瑞士国会议员组成的6人代表团，并同他们讨论了与西藏问题有关的地缘政治问题。司政罗桑桑格在当天的会晤中敦促上述议员根据中间道路政策支持藏中对话。司政指出，中间道路政策是寻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实现西藏人民名副其实的自治，这并不违反一个中国的政策。司政还希望该国会代表团敦促瑞士政府加大对西藏生态环境的关注。3月31号，上述瑞士代表团在西藏人民议会的组织下，在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会议厅举办新闻发布会。会上，该代表团成员表示，他们将全力支持西藏的自由斗争事业。瑞士议会代表团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推动中共当局同达赖喇嘛尊者或其代表间的对话，尽快解决西藏问题。接下来，请看藏人行政中央驻外各国办事处的最新消息。藏人行政中央派遣南杰僧珠先生至法国，担任藏人行政中央驻法国联络员，从3月31号起正式任命。此前，南杰僧珠先生担任藏人行政中央财政部会计处处长。南杰僧珠先生出生在印南贝勒库北藏人定居点，商业硕士学位。1999年参加藏人行政中央公务员。3月28号，瑞典国会在该国首都斯德哥尔摩国会大厦内宣布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的成立。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晚安。